大家好，我係九龍城浸信會希連小學4A 班李天一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遊戲叫 Minecraft。我喺裏邊整咗好多嘢，不如帶你哋睇下。首先呢度就係客廳，我養咗兩隻狗、兩隻貓，有一個射箭房同埋一個讀書房。然後上邊有一個客廳，有廚房同埋食飯台，上面就係睡房。再嚟到呢度呢，就有3隻高達，一隻叫做巴巴托斯，一隻叫做獨角獸，一隻叫做命運高達。嚟到呢度有一啲 farm， 一個係愛嚟做鐵，一個係愛嚟拿取 XP， 一個係愛嚟製造食物。上到嚟呢度，呢，就有我嘅 AFK 房。我啲 Minecraft 世界就講完啦。呢個遊戲可以令我啟發潛能，令我可以無限地創作。我成日在課餘的時間抽空玩呢個遊戲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